农历春节就要来到，台南市东区中文里，伫个每年的春节进前，拢会举办大型的健行活动。对着活动中心来出发，一路经过台南副都心的计划区，来回大约2-3公里。今年大约上千人参与，除了顾健康，另外里长也佮发起公益的活动，有着里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捐赠物资来帮助老性麻痹之友协会。今天是我们崇文里办理健行的活动哈，那同时我们也举办了崇文友爱送暖友情募集物资来赠送给脑麻协会的活动。那也希望透过我们里内的里民，大家一起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家里面我们有一些可以使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询问过协会这边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哈，透过大家的善心力量，那把我们崇文里的爱一起传出去。首先呢，我先感谢那个崇文里陈里长哈，一直对我们脑麻协会的关心与赞助哈，因为也是刚好去年有结这个善缘啊，今年呢又可以持续受到陈里长的关爱哈，还有崇文里的里民来为我们脑麻协会的朋友呢做一些善举。伫个活动捐赠中，包括议员曾子杰、詹培雅、蔡小伟、李宗林，甲伫王家珍嘛拢到场，以及立委陈廷辉服务处的执行长蔡宏全，甲伫公所的民政科长，伊嘛用行动来表达对社会福利团体的支持甲感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